喺今個預苦期，讓我哋喺匆忙嘅生活中，為耶穌留一點時間，一齊以靈修同埋操練預備自己嘅身心靈。今個禮拜嘅主題係反思苦難，而今日係預苦期嘅第36日。經文係記載喺約翰福音第12章27至到33節。我現在心裏憂愁，我說什麼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脫離這時候，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。父啊，願你榮耀你的名。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，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，還要再榮耀。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，就說他來了。還有人說，有天使對他說話。耶穌說，這聲音不是為我，是為你們來的。現在這世界受審判，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。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，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。耶穌這話原是指着自己將要怎樣死而說的。神知耶穌在世嘅時候，同樣都遇到人生好多嘅困境、矛盾，身心都會感到疲乏。面對黑暗淒涼嘅時刻，佢都有一種嘅無奈、悲傷同埋憂愁嘅感覺。但係呢一切唔會阻攔佢首要嘅行動，蒙蔽佢應當要行嘅道路。因為佢清楚咁知道，要完成救贖計劃所當要付上嘅代價，所以佢能夠喺痛苦當中自處，並且堅持，直到上主喺佢身上嘅計劃完成為止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今日反思一個嘅問題：苦難難以避免嘅，但耶穌選擇用一種恆忍嘅心去到面對，讓我哋亦都學習主嘅榜樣。今日喺你嘅生活、工作，讓我哋一齊操練忍耐。如果今日有發生咗一啲令你覺得不如意嘅事情，願我哋用一個忍耐嘅心去到面對。